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到《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顶一集呢，咱请到这个刘英成老师来跟咱讨论讲这个日月潭吼，尾啊，这个修灵圳的故事，其实咱拢尾啊，咱咧讲修灵圳，迄个标准的代志，其实就普通啊普通。啊，毋过顶一集老师讲，伊有看到鬼，当到鬼，这鬼啊个，毋知影你是啥物款的故事？迄阵是咧要咧读博士班啊，住伫学校宿舍啦，吼。啊，迄间拄好，敢若我一个人，我拄搬入去尔。物件看好，真忝啊，要来困啊，吼。啊，想袂到讲即个看半暝啊啦，吼。啊，这咱困伫遮，下骹竟然安尼，有迄个声，我叫是讲是查啦吼，赶紧起来看，无啊。门啊无开，敢若我一个人啊，吼，啊个嘣一声，赶紧来念即个大悲咒，无效哦，无效，伊只歹，吼，敢是语言无通，知，毋知影，明明着拢台湾人咧，来要小孩，吼，迄工着毋敢困啊，毋敢困伫眠床顶，着赶紧落来册桌安尼拍咧困，吼，着希望讲。赶紧天光吼，真够胆吼，毋捌安尼，遮尔希望天光赶紧来安尼。啊，你无去眠床下骹看觅是啥？啊无啊，啥物都无啊。你有看？有啊，都什么都没有。你敢看？啊，你无看迄电影，毋拢安尼搬，就是讲眠床扁一个，要看的时阵头一届都无看物件，起来的时阵就一支手安伸出来咧。咱这现实的即个人生无迄个电影迄个 jump scare。啊，你就干那迄暝尔嘛？迄暝尔，迄暝尔，啊，就尾啊，就干那无啊。嘛是足奇怪，那找你一暝，这是一夜情。系啊，就来爱说主角啦。那这嘛是足奇怪。啊，迄是你讲你是读啥物大学的时阵？读博士班的时阵，伫学校的宿舍。敢袂使讲是倒一间学校？清华大学。敢毋知讲是倒一间宿舍？迄间宿舍已经拆掉，已经起新的啊。可惜，起新的，可惜。啊无安那你想要去来去困一暝好嘛？哎呀，好胆来去清华大学困一暝，会当做一个节目安尼。好胆来去大学宿舍困一暝，看倒位有迄个几啊个。你若要即款大学，文化大学上济啊。听讲嘿啊，人都讲遐物电啊，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伊本来就是考调遐嘛。有一届咱咧开迄同学会的时阵，伊就讲，伊讲的迄个故事是伊家己当着的，是。要毋过尾啊，网络咧流传的迄个故事其实相像啊，就是讲，伊骑电梯要去楼顶，楼电梯后白走，无骑开了。一个人，伊就一个人入去，伊朋友就无要入去，伊讲你嘛无来入，伊朋友就讲就满啊，客满无入去，就干那伊朋友看着满，其实干那一个人尔，毋知是看着啥物件，对，结果网络嘛是传讲有一参照即款电梯，就共一间共一栋啦，就迄栋安尼电梯毋知安尼就怪怪，尾啊你看迄个电动少年人诶耍诶电动嘛是甲这文化大学用咧电动内底，文化大学咱无甲过哈。这在地 IP 啦，就是若是迄个较好带的，考迄大学去遐试看觅啊。哎呀，无菜馆都考无掉。你清华你甲人好啦今仔日吼，其实佫要甲大家介绍讲，阿成老师最近有一本册，新的册对无？你要甲大家介绍一下无？是这本册今年2024年6月出版的吼，《渡白林人》这是爱尔兰的作家James Joyce 的这个作品讲是世界文学经典我甲翻做台文安尼。渡白林人就是其实我感觉讲，就是因为有这本册。尾啊，迄个白先勇老师，才会写台北人。系啊，其实有迄个有即个艺术伫诶嘛吼。你咧翻译诶时阵，你有
碰到啥物较困难的部分无？哦，就头一字到尾啊，一字拢真困难。多别人，啊，毋是哦，困难就是讲，咱看英文都家己会了解嘛，吼、你了解，但是你了解一回事，要翻出来做台语，这个又个是另外一回事。翻译毋是讲即个词你找到一个台语甲伊对同的词就好，譬如讲Apple， 你就找到讲这苹果啦，father mother， 你就找到讲这老爸老母，安尼我就要翻啊，毋是安尼啦，吼，因为规句话要翻了有水有即个台语的开口，你就要去想讲这英文规句话，咱台语安怎讲才会好，才会水，爱去想这个。敢会使讲头一步摕迄华语已经翻好诶，你讲拢会当参考啊，会使，拢一定会使，但是人是讲华语嘛，你若准讲，咱若准讲华语安尼我甲交换过来好啊。小等者，这敢会收着？连起，为倒位开始？华语迄边，好，华语，定讲啦，不要紧嘿。华语的迄个翻译本拢会当参考，但是咱要注意就是讲，台语毋是讲台语的翻译毋是讲甲华语翻过来就好，毋是安尼。而且有当时即个华语的翻译嘛翻了毋对去啊。嘛是有啊！迄天为着你即本吼，我着去迄个水准有无？水准出版社，遐我着头家着，大家拢熟悉迄老头家就爱甲你开讲的嘛。伊着看我咧现迄本的时阵，毋是你迄本现华语的时阵，伊着钱另外一本讲，这翻了较好安尼。你着甲你着甲三对上摕起来比吼，其实伊钱落来迄本真正是翻了较好。虽然讲我英文无好，毋过你看迄个伊的语感，其实就差就济。你本地翻的是什么人诶？倒一个译者诶，迄本。伊迄是甲大陆诶迄边诶，即中国诶，在新采纳。对，系啊，就是。头家钱诶，迄本是什么人翻诶？我袂记哩啊。即伊就是窄的安尼，长安尼一本。逐本拢嘛窄的，无啊，长啊，伊较矮啊，就精装版的迄款，迄毋知像诶，系啊，我知。钱来迄本就感觉讲，翻了就是因为有诶翻译吼，伊就是毋知伊保留迄个英语诶迄落语法，所以讲迄个字句你咧斗诶时阵，你就感觉讲，这敢毋是人类咧讲话，对无？反正一寡文艺腔啦。对，你免哪甲处理咧？免哪甲处理啊？我会哪想讲，即本册吼，我是要翻出来互会晓大部分的人看。我希望讲因翻出来互读者感觉讲，这是用台语咧讲故事，毋是咧在遐安怎讲咬文嚼字啦。我较无爱安尼，所以咱都要注意迄个开口。所以讲内底敢会讲会有一寡咱台语吼，其实嘛是足奇怪，就是讲你讲即个字句，即个词其实是你讲伊是水嘛对，你讲伊伤粗，其实嘛对。有当时迄粗水啊，就是讲毋知你咧翻译的时阵，敢会用一寡即个较粗的物件，毋过足水气安尼。即本是无，毋过我后一本吼，后一本是啥？你后一本是啥？就是咱大家拢捌看过《汤姆历险记》。汤姆即个囡仔就是较白目，对，较白目，无爱读册，所以伊个爱甲人相拍，啥物话有诶无诶？对，所以即个伊诶迄本内底，伊讲囡仔讲诶一寡较粗诶话是加减仔是较有。而且伊迄个故事嘛较适合。是用一寡较通俗的方式安尼，搁有因为迄作者美国人其实伊嘛是喜剧演员呢。对啊，伊嘛是伊等讲像咱喜剧演员一个做事业的身份，所以讲伊写的物件拢较轻松、较好笑安尼，系啊。你后一本要翻即个汤姆历险记台语要安怎讲？汤姆我就翻做 Tom 嘛
哦塔吼塔你着咱那个台语汉字着写塔承接迄个塔塔吼塔阿姆的姆嘿安念起来就是塔嘛哦，Tom 吼历险记历险记嘿安尼啊，即嘛是翻了几趴，敢毋使讲两种尔啦，才翻两种啊，规本册有敢若有30种超过哦。哦，两种哦，那差不多每年应该的。嘿啦，就即本有较简单翻啦，哦，这本是安怎？因为无即个都别的人就较困难啦，就人伊文艺腔较重啦。人是世界文学经典，你袂当。汤姆历险记嘛是啊，这嘛是世界迄对无？哦，对啦，对啊。汤姆即本是较轻松啦，所以无迄个黑暗的心理，所以就较好哩啊。你咧讲要翻倒一个文学作品是，你都安怎讲啊？你即摆都安怎讲？首先当然爱先经迄个有名的经典嘛，过来就是讲爱公版权。对，较久啊公版权。其实我吼，毋那是关心即个文学经典人，我嘛真关心即个华语翻做台语。譬如讲，咱即个语言版出版的即本，对，台湾乌道名册即本册内底写真侪即个乌道的故事，我嘛感觉讲，像即个故事，咱用台语来甲讲，两东来做一个 podcast，即乌道的啦，什么周家路啊，什么地下，什么碗糕，即款有诶无诶咱即目前诶台语诶 podcast 拢较无咧讲这。对。目前拢是讲一寡较正面的物件，咱这黑暗面就较无人讲，较武的较无人讲，像边整啦、笑梨啊，所以我就想讲像恁即款的册我就感觉真好，感谢，毋甘嫌啦。即本其实原来就是先伫咧咱的迄个网络顶头先写了足侪篇，写了尾啊，就甲修改，改做一本册安尼，对啊。你咧看的时阵，你咧看这学道的时阵，敢有倒一个学道，你感觉讲，敢若这个人，嘿，英雄小英雄安尼，是较无啦，是较无。但是我感觉讲，因这故事其实拢真精彩，对无彩就是讲，较早讲即寡故事，拢是一寡什物电视节目对，玫瑰同林演什么蓝色蜘蛛网迄款，拢是较猎奇，然后猎奇的角度咱即马是毋是当台语个掠一个猎奇的角度来讲互大家听？你听即个节目的，你毋免学台语，毋免你来听故事就好。听讲伊尾也是要安怎拄安怎？即个警察甲即个。歹人之间安怎牙签安尼？我想到一个，毋知安怎翻。内底有一个迄个学道，伊去互关的时阵，结果伊迄女朋友佫有心有一个华语叫做“金子飞过墙”，这安怎翻？小转过墙安尼嘛？这边安怎翻？我敢若讲这，伊内底就有这啊！你内底若要翻的时阵，你就会出现这啊。对啊，你要安怎讲？会使，你会当安尼直翻无毋对啊？毋过应该有佫较水过讲法。买当讲你对台语来想，用另外一个讲法，嘛是会使。对啊，因为我较早细汉时咧学台语的，即个嘛是毋是讲学啦，就是时大人都安尼讲。出来就是一边拢讲华语，一边讲台语。细汉时拢看布袋戏，安尼看歌戏。其实迄内底古早的布袋戏甲歌戏，其实拢足粗诶，像迄个乌皮仔戏啊、话台迄款啊，尾来就呢出干辣椒就来诶。所以我有当时我的台语其实拢较粗，一寡粗嘴哑豆。对啊，就有即个，这敢是一款毛病哈。袂啊，这嘛是你的文化资源啊，对无？我要讲，我要袂晓，这嘛真好啊，对吧？你咧翻译这个文学啊作品也好啊，不管是华语吼，还是讲外来这个英文啊吼，你敢会感觉着讲，伊即马咧台湾这个现状况差不多是啥物款的情况？就是讲，咱翻这个物件。是要互人读、互人买，
还是讲其实要保留台语、保存台语？哦，是。目前当然是讲买即个会当有在地看即个册吼，想要买即个册人当然无遐济，对，但是翻译台文翻译其实就是一个舞台，即我前几日咱伫即个台文朗读会捌讲，就是讲咱即个时代，咱爱甲台语相找，就是讲咱去找台语，台语嘛需要咱，伊需要咱啥货，伊需要咱。伫即个现代21世纪甲搭一个新的舞台，互伊有一个新的即个面貌，会当来重新来出现，台文翻译就是一个方式，就是一个舞台，所以讲就是咱参照即个 podcast 是。就是即个国家语言什么整体方案啊、发展方案，其实嘛是共款啦，因为内底有足济无共款的，有人咧用绘本啊，有人参照恁用 podcast 啊，嘛有人去翕迄个影片的啦，做 YouTube 台语 YouTube， 其实意思是共款啦。对，所以 podcast 嘛是一个新的舞台啊，对无？所以讲翻译吼，咱因为咱有当时也是。已经知影讲，迄个故事其实是安怎啦？迄拢真久以进前都看过啊。毋过即摆要看的是讲，你变做台语、变做台文的时阵，咱要安怎读即个内底迄个精华？参像迄工就一个阮一个学长，伊就讲，伊毋知摕着啥个台文的诗哦。是。伊晓写诗的人哦，毋过拢是华语哦。结果伊看着迄台语的诗，伊讲煞袂晓读。伊就讲这伊看有讲应该是一个真好的物件，结果伊袂晓读，迄字嘛毋知意思的时阵。因为这汉字啦台语的汉字，甲咱细汉所受的教育华语汉字就无啥共款，所以台语汉字是爱另外学无毋对，毋过嘛无讲遐尼歹学，因为敢有撇步哈。无啥物撇步啦，接读写就会晓啊。甲多贝利人读500遍安尼，无得读就爱读我一本啊。但是即个汉字任何语言拢是安尼啊，是毋是爱接读接写？对无？无你念咪就袂记你了啊。我读补习班的时阵嘛，捌受过2档的日语啊，初级日语，到当嘛袂记了啊。即摆完全拢袂记了。就那会记你即个50音尔，对啦，你就是变做讲，即摆要甲台语扣倒转来时阵，你也甲伊看做是另外一种语言啦，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台语国。对，所以你茫想讲，我自细汉我都讲台语，我台语遮尔好，是安怎你写这我拢看无？要怪人讲人写会看无？你都毋捌去学台语的文字汉字，所以莫怪你看无啊，这嘛真正常啊。对吧？就是爱较侪看，较侪听。对啊。久啊，你若惯习了，你其实迄个你就若是会晓读，你可能佫会晓写。对啊。你就会当写一寡文章啊呢。是啊。好，真好。今日真感谢会当请这个刘永成老师继续来甲咱录这个讲伊这个台文翻译这个时间佫有你敢是头一摆甲人报讲你的新的作品，尾下要翻这个《探历险记》？是啊，这头一摆。有讲无前几日伫台文朗读会就捌讲，佫捌朗读。好，嘛是最近的代志尔啦。对。所以听众朋友，恁会当开始会当准备来发落这个刘永成老师新的作品，佫有伊的这个特别的人，拢会去册店就买有。好，感谢各位听众，感谢老师。多谢。咱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语言现义广播电台，咱后一集空中再会。